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低俗頻道柒爆新聞報導。今日係2013年7月22號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條撚樣又俾人踢爆囤積新界東北農地，而佢不斷代表特區政府推銷東北發展計劃，被質疑有利益衝突之嫌。條仆街今日見記者話：呢啲土地早前係94年買入，由老婆間公司持有，而家已經賣晒俾老婆嘅屋企人，即係佢外家。佢仲唔撚認係有利益衝突，即係啲嘢過撚咗外家就唔算係自己嘅。本台有理由相信，根據陳茂波嘅邏輯，佢老婆其實都唔係屬於佢嘅。嗰塊農地佔地2萬尺，而家長滿雜草。佢話當初係買嚟度假，到底點撚樣喺塊咁大塊農地上面度乜撚嘢假呢？陳局長冇詳細交代，而佢亦都否認自己行為失當，因為根本當你班契弟係傻仔。有學者相信，今次事件亦印證咗一個道理，就係柒嘅老細自然有柒嘅契弟。至於佢點解仲有得撈，係因為香港冇人冇權向佢 say no。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一向以戇鳩馳名，佢尋日發表咗驗聲論，表示同意中聯辦主任四眼明提出嘅有篩選先會有啲好嘢嘅言論。佢話咁樣就會避免好似西方國家咁有驗聲當選。呢一番言論遭到全城屌柒，並觸怒咗好多驗聲。有人批評佢係性別歧視同職業歧視，亦都欠缺常識。唔排除有人會去平機會度投訴佢。而前3級驗聲彭丹亦都表示係應該公平對待所有嘅參選人，而佢並唔知鄭耀棠係乜水。影星杜汶澤亦都喺 Facebook 度批評佢係一粒屌乸星。而鄭耀棠亦都懷疑誤會咗佢九主嘅説話，以為篩選即係選西，到底係篩選定係選西，就要等遲啲政府開始咗政改諮詢先會知。但係有市民認為，如果老牌驗聲邵音音出選特首，勝算一定會比鄭耀棠呢條粉皮係高嘅。已故驗聲迪拿生前亦都同好多中央官員友好，故此鄭耀棠呢一番嘅言論亦都有恥笑中央官員之嫌。佢可能有機會受到黨嘅處分。至於到目前為止，驗聲彭丹、邵音音、李麗珍、殷楚善、李華月等等並無參政嘅打算。日前，全港最撚低俗、最閪亂嚟嘅網台低俗頻道正式成為收費網台，一眾支持粉絲皆踴躍繳交診金，而其中包括不少名人，例如祖師爺曹查理、肥撚金正恩，甚至唔識聽廣東話嘅碧咸球星碧咸同埋佢老婆。但係喺收費模式生效當晚，嗰晚嘅星期五舞女即刻以地對空導彈睡衣派對報答觀眾，當中駐北韓記者路 L 更為金肥撚充當即時翻譯，而一眾粉絲更喺聊天室上面不斷向金主、台長同搞手力蘇鳴炮致敬。及後喺節目完結後數小時，世界各地已繳交診金嘅粉絲紛紛登入低俗頻道網站攞藥，但係節目重溫之假，藥假空空如也。有粉絲更加留言曾經成功有希望攞藥解毒，但係獲告知嘅攞藥時間係4日之後。而當晚各大嘅科林、Facebook 同鹹網相繼出現柒撚懵懵、閪迷迷嘅症狀嘅網民，佢哋不斷胡言亂語，星期五冇女，星期五冇晒啲女。事件喺網上擾攘至清晨地鐵開站，有數百名網民坐地鐵過海到達低俗頻道嘅網台示威。示威者手持各類臭罵嘅標語，有精神狀態不穩，有高舉祖師爺嘅畫像要求主持公道，更甚者要求即場燒毀龍虎豹影印本泄憤。有見及此，低俗頻道一眾抵屌嘅高層經商議之後，決定即時重開免費重溫功能與一眾粉絲。而示威者喺即場確認能下載解藥解毒之後，人群逐漸散去大家樂食早餐送藥。事件暫時告一段落。本台嘅採訪部將會不時跟進戇鳩事件嘅情況，而本台嘅編輯部一致認為低俗頻道應該予以重力嘅調查。呢一段新聞係由網友 Tom Nelson 提供嘅。今日低俗頻道時間柒爆新聞報道差唔多。